男朋友嘛結婚信嘛？免唔是笑，我很拜买用的。就算将来有嘛个要分个高度同辛苦，也要为自家开。嘛个意思啊？唔甲我讲迄嘛个意思啊？杨兰啊，你看，白燕呐，总算会出了着，念书就要去东京转来做先生呢。hand头上白燕年头本嘅这封信呢？无啦，唔是说，那种事情啊，家爸唔会喊呢。娘兰，水忙？嘛个事情，个免无乜嘅事情，唔水啦。阿妹，冇嘅啊。其实白言讲的美梦唔错，我虽然迄领心求，不过我老记从小到乡下，唔但将佢老爱看做老妹，还要将迄老记看做阿哥。白燕啊，
喊哪一头马萨做娘不娘啊？永兰呢？哪位同永兰做哪一姑娘？外头虽然有公婆的名分，不过外老记完全无办是爱情。愛情，結婚你就可以愛本唔到培養感情了咩？永兰法生永兰，哎呀，實在唔掂，人家條後生呢啲嘅上物嘅，唔掂喎，四每年結做婚約，傳出去清飯堂啊！不過，自己人啲動靜，拄到佢心愛的人，硬愛佢老愛結婚，恐怕也唔會快樂啊！你兩啥畢業以後就去結婚，韓爸就從我一生人咧動呼吸呢。阿妹唔係聽錯咗未㗎？係冇聽錯。それとともに本当の新しき女性の使命を果たし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して大東亜共栄圏の確立、世界的新秩序新体制の樹立、よそに勝れし我が国の国防などなど。冇彩虹就還有來參加呢個讀書會，嗰時就課上就有講過啦。在本島結婚後，細妹搶係你做實地嘅小戲聽聽。不過也就像課上講的嗰條，嘛都可是手機，正經變到現實度，伊像沒冇按過實現啊。真是冇一結婚咯。運動員會結啊，唔過捱真冇按嫁就結婚咧。你哋一啲啊，捱還想去Tokyo讀書呢。係咩？你也不卡有錢，真有辦法做行唔行？那種捱不卡苦，就像做得送本人做法團，哎呦，係啦。唔過其實你老公嘅屋卡，韓國人偷偷做家嗰邊呀，算好嘅啦。佢條對我啊，就像對自己冇誒。不過講到我吐上去，就真嘅冇乜可能咧。大爺，哎呦，仲想進來耶！哎呦，你會阿超啊？哪有？哇！家己啊，也免等這東西了。哎，我講咧，你個先去看吼，又過來啦。是少啦。阿爸，你阿身體有好好啲嘛？呀，較好嘅。哦。啊！哎呀，阿妹，安尼？不重要。我猜楊鵬先生，等一下你來出咗看啊。好啊。啊，阿個包完包尾，你學校功課應該係做得啦，吼。請好，請好，先生啊，懂咯。玉蘭應該喊都做好。玉蘭啊，玉蘭，人帶啲不好。因為而都唔你低副卡希望。唔係啊，上班係下新嘅，咪就。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你去啲動件喺度喐咗呢，係老佢動掉達，行個佢係太無談，講冇嘅妹，嗰時候應該算係門同副隊啦，嗬。係相信未來係老佢啲事業上輩，變咗啲上副天數，嗰時候係老佢添款咧，係天初嘅父親。那老玉蘭呢？你想開飛盤係嘛？然後玉蘭又唔係正經結婚啊！係講其實啲情侶嘅正經中意佢嘅細奶，你加半結，你唔係錢嗬？白人啊，誒蘭玉蘭咯，有到安泰，唔咩唔想看啊，是幾多錢？我做得咁冇愛就冇愛啊！一就唔係錢嘅問題咩？一係捱兩啥感情嘅問題，捱講過咧，捱就係冇辦法攞佢結婚。
唔该感情的问题。我老爷妹要喺从细强啊多了哈，奈来买有办法就无办法。你用什么嗰种 Q 时代嘅标准来看人嘅回应好冇？Q 时代，伊个动机都傻逼嘅係嘛？好嘅啦，我嚟讲，也喺台湾，喺台湾都正話台灣嘅規矩，也就是台湾嘅问题啊！你用啥？攞结婚看作係成利嘅冇？做乜解話用咯？係講過咧，我就係冇辦法攞嗰種 Q 時代嘅細妹結婚。有人嚟，攞朋友約好你啊！好嘅啦。爸言，唔是少，俺妹頭頂，過2年，俺就洗掉。玉蘭，我向你講啦。永蘭，我希望做得真正快樂，真正幸福。你看，迄個人真正咁本愛，連兩啥都唔會快樂。唔當然呢，我很自由。迄個係自由嘅。像我安尼細妹，真經賺到每家，做得有幾多自由？唔講我老人講，我也唔免嘛嘅 Q 時代嘅細妹，嚟變行較上嘅大鋪嘅條 Q 時代嘅快速，唔講我嘅橋。喊起嘅細妹，唔係人講愛打破就做啲打破嘅。阿蘭，阿妹，你要天數啊？唔是啊，我來就好。考到高春也要3-4年的吼，就安尼進入豆腐卡。嗯。我真無想下這樣後面，做地土動我搞春業。甲阿斌咯？阿斌其中目標咧，雖然家嘅功課未好，阿爸還係做到模擬模樣，存錢本佢讀書。
cái giống cái hông à, cái coi hơn nhiều điểm này à khuôn này à, kiểu là lai ở nó mà cái này. 哦，用阿贤的呀。對嘅，聽人家講啊，佢會30歲還蠻拖呢。唔看啊，有冇睇啊？其實嘛，做得嘛。我同以前一模一樣啊。哎，你年紀是我查太太啊？查太太，你啱啲愛慕。我講佢哋成績當好啊，我講佢係邊件啊？聽到一個。我冇解密，政府俾佢當拉4年20幾天，而家我一買哦，我俾當貴人又點啊？你按你講咯。我梗係你講咯，嚇？你看下涼茶，啊，新球嘅用嘅，你用嘅姜嘅啊，啊，專門姜一就按你料錢嘅啦。看咯，談過你咯，睇下，你幾行做透徹啦，好不好？你用講安尼咯。唔係嘅講安尼，用嘅做都冇好啊，都唔拉實啦，乜用嘅，掉。就我本去了解呢。阿姊，阿姊，細妹意思啊，頂我杯成發係同辛苦的哦，確定會留我強用。自家做嘅決定，自家負責。決定咧就總唔得煩心了。你唔要放心講嘛？太無糖嘅山水田，唔掂麼？嘅係乜解？一間船塘，唔搶靠甲個村呀，嗰所唔搶做地小嘅做區嘅條路本。做對啦，因為咩開樣，俾阿爸清清楚楚簽咗兩名人，將我交替。好。阿姊，你2年唔過以後麼？行做得啊，做乜嘅安尼麼？我講下問，要放心麼？你就冇媽可聽。
我无反省，起码行过一趟无强用的路，就像迄一摆冒险，迄讲过落一摆，可能还迄强用，就算要付出代价，要卡样破破胖胖。 Das Liedchen klingen, das heißt die liebste Sang. So will mir die Brust zerspringen von widem Schmerzendrang. Es treibt mich ein dunkles Sinnen hinauf zur Waldeshöhe. Dort löst sich auf im Tränen mein übergroßes Vieh. 阿姊，你伫个看啊？无事啦，可能喺石头做嘅东西。你那篇球写，係你写的啊？哦，要本当迄落卡库加库嘅小说，下老记过变做卡库风。罗卡古加库，记者请位唱歌的作家。唔识字哦，唔用咩识字啊？几咩真给亲人打？演导，唔做得啦，佢就开下对嘅同事听听。不过，佢按出名，你按潇洒，又係細妹，佢用咩漢本怪物件嘅小說啊？反正就佢咩想留家小说改做剧风啊，佢又无限啊，佢啲爱看过佢动作作品，两啥做嘅行人，自然就你们按到做嘛嘅啊？你有人講法講一般的啊？冇啥，唔要記。冇我白讲哦。水某啦，大早喊我带你去山水亭。阮今日等哦，嘛拢住伫餐厅楼顶。过去安尼，
即摆楼顶阁一间房间无人住，你着搬来住。以后逐工早起9点落来上班，食饱昼，阁当蹛楼顶休困。好。这学生仔家己，你着看好详细，上好甲背起来。啊，咱餐厅的道为门口算过来，第1道、第2道、第3、第4、第5、第6、第7、第8道。苏小姐，你最近挂饱有食较济哦。啊？我是讲你总算有在生肉啦，安尼人较碰皮较水啦，还讲满面春风。你较早伤瘦，伤瘦无好看。我嘛共款，我少年时嘛足瘦的哦，也是即马有岁哦，才开始大块啦。啊，毋过敢大块只间巴肚安尼啊。是讲哦，阿姊，你唔免有神诶。有神？你是讲伊有神啊？有一摆伫放松曲，路卡库加库就创个耶稣讲诶，讲诶迄倡导充满顺风来，来向人见面，就迄建议客厅内两三个神灯，不过张某一年。伊就讲我会分开的，佢根本就係老嘅啊！我講好談發嘅你都信唔得。人家他讲的迄歌词啦，佢平時就留其他男人強用，我媽講嘛嘅好談法。聰哥咩強要，信唔得就係信唔得。すみません、台湾日新報ですか？私オンです。はい。你当是知影？今仔中昼，叫他咩掛到死我嘅？听伊想要讲才知。我真正唔知啊，伊嘛无甲我讲。是阿妈歹去，你敢有要当错？你安尼是糟蹋人一世人。我即马知影，我一定负责到底，要会家己照顾囡仔。就加讲的啦。你从开始就无应该甲伊。幽兰。幽兰，幽兰，来你离杯，幽兰，幽兰。Te vieni alla finestra, oh mio tesoro. Te vieni a consolare il pianto mio. Se neggia me di d'argua che ristoro davanti agli occhi tuoi
好诶啦，莫冲诶。讲先不会入去啦。系真嘅唔掂来做乜嘅？我想好好照顾老生人啊。人做对自家照顾自家，这样事，既然隔天离开，咁就安尼咧。我这样事我唔得。明年都问我。希望我继续冲。莫冲诶啦，会吵到你。咱先不能离开啦，好吗？我每天都是都有俺的声音呢，也係幾人啲啊！我做經驗，我好好照顧。迄个唔对我，像存到基因，咁就真嘅唔是。我就唔信，我一隻細妹嘅，就冇辦法照顧一世人呢。冇啦，安尼係人太辛苦啊！我希望。你有老愛，用到成功都夠冇？你的事情係辛苦多，冇離開過。那是沒好多辦法了。我講嘅係真嘅啊！夢兒，長眼呢，做得讓我心裏想到，你單槍做你運動，我小時候嘅事嘅。我望下你，愛過一生嘅。拜託，幫我照顧唔留人都市都嘅聲音啊！好嗎？要不卡就按頭生人嘅愛照顧嘅，無差愛都市都也咋辦？我做事，我每個本故事，請原諒我，好嗎？既然這樣事就對，做乜嘅唔同我講啊？我聽我講嘅，唔就會留下來。不過我唔知嘅係唔係就像人講嘅基因，我唔想變到日本樣安尼。你老這樣之間。你唔但搶佢經驗，
可能是比我情人较复杂的。其实呢，我想我做着了解尔意思，毋过我毋讲的另外一个原因，要迄小我款子对伢婆娘我迄动态的打击。迄讲毋准经会照顾我老细人呢？迄毋系也会分起伫。我无迄事情，我毋想伫。总爱用限记得有夜早甲就好。我老爷在家，顶下心肝肚，永远会轻松了的。有记久，茫茫都三空。还找不见梦到记。系啊。陪半年呢，第一摆梦到记。佢講起來一歡喜，所以我係那天佢家人講嘅。那一次，夢到佢。會妒忌嗎？
也希望在4年内所改转重下，还要接台北台中两片走。想到我行安夜去上班，没有对手。唔是少啦，我一下行路做行冇問題啊。行過唔經前攞捱分開，我係唔係最散嘅。佢冇咁樣啦，也都是見來見睇，開下人做乜乜啲，都是用老太家介紹。行咧，條路遲得去，你不靠用台。但你關到屋卡當苦呢？唔會啦，安尼較好啦。苦修幾好？你唔係企開幾好？唔係啦，要去苦修幾好？俾人哋東日出不來，先轉移。我洋葱冇去上班呢。唔是啦，來。喲，是什麼呀？你領導回去了呀？回去了！嘅哪？你仲去馬斯亞馬庫個？你仲冇犯嘅？三重那邊，你仲有個客房，不過我看到人哋邊行。條一擺空隙。要9點過下，美國的飛航機出現到台北的天檔，那馬刺亞馬庫個做目標快是不用炸彈。我上班，過日你用台款上站，通講，迄美國機通鋪出的勘賽機，空隙全都國體，總下主通1100架次，光驗故鄉。下班慢點。之前原始的屋卡，你幾重冇記憶，係有啲少。我看，我迄夾夾有條路遲得去啦。希望以後安尼空隙，唔3年去上班，你咪動手。
又是第年老嘅中秋时节，寒风凉凉吹，冬夜就会过来。我祈祷阿妹嘅路风，点点爱人嘅音信，无法度平静。我爱为你歌唱，我爱为你歌唱，你给付出的心，不安的分离，不再孤行，不再孤行。又是冷冷的早春时节，寒风凉凉吹，冬夜茫色眼泪。我祈祷茫茫的岔路口，点点弯旁的我影，在故乡里。我爱为你歌唱，我爱为你歌唱，你给漂泊的心，愤怒的分离，种种安息，种种安息。战争对路上打到日本本土的，美国比尔给掉下去炸弹耶！我用个啥？崔总，听讲唔过台北有哪个会食西门的？我听人讲吼，迄日本人手顶有一份名单啦，安那美军登陆，因就是先提名到顶悬的人。